我哋好多神友咧，做完咗瘤咧就會問啊，做瘤手術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以後嘅生活咧？首先，專業嘅醫生選擇手術部位嘅時候，我哋會盡量去選擇對患者生活同埋工作影響最少嘅位置。譬如我哋先會做腕部嘅，再去做上臂嘅肘部，先去做一啲非慣用嘅手，再做慣用嘅手。咁樣患者亦都有一個適應嘅過程。但係術後咧要保持四肢嘅活動狀態同埋定期嘅檢查。正常狀態下邊咧，煮飯啊、拖地啊，一般性嘅家務係冇問題嘅。但係咧仲要避免去拎寵物啦、劇烈嘅運動啦，同埋壓迫手臂嘅呢種情況出現。譬如講我哋抱個 BB， 咁一抱咧就好容易將我哋嘅位置咧造成壓迫啦。如果你覺得我分享嘅知識可以幫到你，你可以關注，我會持續分享有用嘅資訊啦，令到生命線永遠暢通。